亲啊，这礼拜拢会真寒哦，都爱穿好烧。气象署讲，这礼拜要有2波的冷空气会来，尤其是18号的暗时到19号的透早上冷，这个温度恐惊会落破到10度。啊，若玉山、合欢山甲拉拉山，拢有可能会来落雪。入冬以来，彰玉山是头一摆落雪。 冷空气又搁热南，这礼拜北台湾也会继续湿冷。周四就是要特别留意喽，是有中层水汽影响，其实水汽那一天是特别明显的会比较多一些。对于中南部云量也会比较多。经气象局长地名电也分析，受到极地涡旋分裂的影响，伫咧台湾正边的顶头有一个极地涡旋，西边的北风将北极圈的冷空气送到蒙古高压的范围。 啊，那倒边顶头的极地涡旋，南边的西风将欧洲的冷空气推送到蒙古高压的南方，两边冷空气伫中国汇合，所来的热南伫台湾的北边出海。在这个极涡边缘跟这个比较南侧的暖空气呢，当然会产生一些波动，也就是扰动。那通常在极涡受到这些扰动侵入的时候，南空气侵入的时候，可能就会被分裂。所以在被分裂的时候呢，也就是北方的冷空气可以南下，冬天的时候，我们会受到比较多的这个冷空气的影响。 那预估这个情形的话，可能会持续到年底。这礼拜各有2波冷空气，其中头一波强度较强，上冷的时间点预计伫明仔载暗时到后一个早起。气象署估计，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，甲北台湾2000公尺以上的悬山，包括着玉山、合欢山、甲拉拉山，拢有机会落雪。 另外，气象专家林德文是认为，这回当季落雪几率比往年拢要较高。今年预计12月到明年的1月份是反声音发生的几率最高的月份。冬天呢，会使得北方的大陆冷高压更有机会往更南的纬度来进行 移动跟输送。专家表示，因为是反圣婴周期的最高峰，北边的冷空气会较接热南，对影响台湾。虽然有机会会当看到落雪，不过也是提醒民众，伫咧作雪同时，嘛爱穿好烧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